尋主人，又係尋主人，尋尋覓覓，等來等去，最後等到嘅唔係主人出現，而係被送入狗房。而呢一隻狗狗由本團接收後改名為三妹，一隻外表乾淨企理、中意食零食、沖涼又唔驚嘅狗狗。點解會獨自停留喺街頭？又點解到最後都冇人認領帶佢返屋企啊？早於農曆年前，已經有市民發現三妹長時間停留喺重慶三巷某座大廈附近。從當時網絡資訊可見，三妹外表乾淨企理，並唔似一般長期流浪街頭嘅狗狗，所以當時相信佢只係走失。亦有人發文希望盡快幫佢揾返主人，但係三妹等唔到有人嚟認領，佢由原先停留嘅大廈附近輾轉走到新盛街一帶，最後被送入市政狗房。2026年3月19日，本團正式接收三妹，後續我哋會為佢安排身體檢查，提供所需照護，並持續跟進佢嘅身體狀況同性格表現。養狗要三思，承諾要一世。